唔該，好，關秀玲議員。多謝主席。我就聽到呢個啱啱阿處長嘅簡介後啦，咁我就有兩個問題。第一就係深圳廣州段係咪都係喺09年至到2015年投入服務？咁第二個喺09至2015年投入服務嘅香港段廣深香港段呢？咁係咪而家就係喺而家嘅南線同埋西線嘅另外再一條新嘅路線？咁我想知道呢個情況，因為呢就喺我哋好多次嘅文件啊，同埋嗰啲會議入邊呢，我自己都提過喺香港呢，就一日到黑都係工程劃地方劃料劃乜，就係點解會嗰個即係南線明明有一條新線，點解喺呢個廣深入邊唔可以同時嚟考慮到呢樣呢？如果係廣州同埋深圳嘅都已經投入咗即係嗰個即係已經開始做緊嘢㗎，點解香港到而家都未人做呢？咁啊又要多一條新線呢？咁我記得咧喺小龍女施工期間呢，就啱啱我哋啲同事咧都憂慮就係話沉降嘅情況，喺南線施工嘅情況呢，就出現呢個咁嘅情況，就喺正金巴利道同埋嗰個主要嘅嗰個大嘅交通繁忙地方呢，出現過咁嘅問題㗎。咁啊希望政府都考慮埋呢樣嘢。咁最緊要就話，如果我哋都明知道中國有呢個咁大嘅建設項目，點解我香港到而家先開始嚟研究呢？西線、南線都差唔多投入服務啦，跟住西線都已經喺度設計緊啦，先到呢個廣深線啦。咁我覺得就好怪啊！唔該晒主席。